9月28日起，每周6日晚间7点，人际关系事务所。各位观众，欢迎继续收看咱台视在点台语新闻，我是郭宇中。新闻都开始，赶紧带大家关心在点上新的消息。这是宜兰三星葱仔1公斤的价小起价284块银。中南部的葱仔顶个月因为上大雨，酸断甲真严重，出货量变较少。宜兰三星葱仔无互风台扫掉，交货量较稳定，变做孤行独市。价小和7月1公斤40块银比起来起7倍。一寡小食店、面点啊、面摊啊，业者拢叫苦连天。中盘商嘛按算下个月各地产量若是较济，安尼价小才会较落。同款嘛是上新的画面来看到台中市大里区昨暗7点钟，一栋徛家强强火烧厝，火烧甲真猛，烦恼火烧去到隔壁，消防人员一个赶到位，赶紧抽水线来拍火，该在半点钟内就把火拍花。详细情形，连线记者林书宏来带来了解。书宏。好，主播各位观众，熊熊火光伴随浓烟不断从民宅3楼的阳台窜出，火势真的好大，整条巷子弥漫浓烟，不少居民都被吓了一跳。这里是台中市大里区23号晚间7点多，这一栋透天厝突然烧了起来，由于是联动式建筑，就怕会酿成延烧，目击民众赶紧打电话报警。警消人员火速赶到现场拉水线灌救，不到半个小时就顺利将火势扑灭。经过确认都没有人员受困受伤，初步研判起火点就在3楼的前侧，燃烧面积大约10坪。幸好火势及时控制，后侧房间也只有被浓烟熏黑，没有酿成延烧。只是晚间民宅惨遭祝融，也让附近居民吓了一大跳。究竟起火原因为何，还有待相关人员进一步调查厘清。以上是目前掌握的资讯，主播。多谢苏宏上新的报道。另外，这方面要来关心，家人一天来发生2件车祸事故，拢是去拄到车仔丛。有一个网友咧人面册铺文，讲伊经过8道路口，准备倒弯入去过港路的时，汹汹有一只桥倒摆的人从那弄出来，为内底车路扫到上外口，引起到伊发生事故。另外，有网友讲，驶车驶入半路，拄到一个查甫人桥倒摆，唔那沿路咧拽来拽去，佮乌白切来切去，看起来实在有够危险。上新的情形，赶紧连线记者王志来传来了解。志行。好的，主播观众，从行车记录器可以看见，在停红灯的时候，机车骑士已经打上了左转号志灯。不过等到了绿灯转弯时，突然从内侧切入了一台机车，直接撞了上来，双方发生争执。你都没有在看的哦，换车警察。后来警方到场呢，认定魏姓骑士从内侧切入车道，没有依照规定来骑乘哦，将依法开罚。有另外一名网友把行车记录器放上网路，可以看见车辆行驶在道路，突然一名女骑士突然切入到车道里面，还持续蛇行，任意变换车道。画面看了真的捏把冷汗，危及用路人的安全，警方也会依法开罚。那么以上是最新的情况。多谢志行，继续社会事要来关心困到刷过一个青军的查甫人头闪，这个查甫人惊甲身躯无条体。代志发生在礼拜日的透早，南投鹿谷乡一个查甫人无穿衫脱把体，走入去人的徛家附近乱扫，为窗仔门头闪一个当咧困到的这个查甫人。这个查甫人落尾起床了后，准备要洗喙，才查讲互人偷看，惊甲3魂减1魄，若是赶紧报警察，嘛拜托厝边斗掠人。警察和附近的厝边做伙合作，当场甲这个不输鬼抓起来，依照妨害秘密罪，该依法上班。伊就威胁你来遮，爱着秘密。听到窗门外口的声，叫是鸟啊，还是动物在叫？洗喙的时阵，才发现有一个查某人秘伫咧壁角偷看。这个姓林的查某人惊一个，紧打电话来报警察，但是就惊这个偷看的人会落跑，赶紧请厝边来斗掠人。伊已经掠着伊袂走啊嘛，伊袂走了，我就是袂好啊。紧日掠着偷窥，紧日来。像阮讲无破，阮阿姐啊，内底人佮阮老公嘛拢出来。对附近的监视器画面就会当看到，对天要光开始，这个差不多40岁的查甫人，就已经伫咧南投鹿谷乡的这户民家附近来回咧行踏，确定拢无人，就透过窗仔门来偷看当咧困的这个查某人。我这纱窗，我这门哪会开开？我这个余光为者爱着开，就开伫迄个。看到警察总算来啊！这个互偷看的姓林的查某人总算是会当放心，爱警察赶紧将人抓起来。这里有一个嫌疑男子在那个家的附近偷窥，那我们警方赶到现场，把他逮捕。继
警察到场了后，甲民众合作，将这个姓林的嫌犯抓起来，才发现这个人有诈骗、窃盗等等前科，以妨碍秘密罪来移送法办。记者综合报道。最近一个反天气蜂嘛特别多，台北市信义区一间国中有学生囡仔予虎头蜂叮到，这是咧中昼食饭时间，椰子树的蜂箱熊熊跌落来，规阵蜂拢飞出来，当场甲3个经过国中学生叮到伤，其中一个上介严重，予蜂叮5拍，该在3个人赶紧送病院了，拢无啥要紧。不过个学校嘛讲到，顶礼拜四就已经通报消防局，拢无来处理，才会发生这款代志。病院的急诊室内底，一个查某学生一手吊着社童，一手摕着冰袋啊，真虚弱倒伫病床顶。另外一边，阁有2名学生同款拿用冰袋啊，拿咧等待治疗。害因受伤的凶手就是伊。排球大细虎头蜂箱落落去涂骹，要做2半。镜头揪较远来看，原来是虎头蜂的蜂箱结伫咧椰子树顶悬，随着树叶啊冷气落落来，内底虎头蜂拢飞出来。3个拄好经过学生叮着伤，就蜜蜂全部都出来，遮到的地方是左手手指还有左脚小腿，然后就遮到就是像比打针还要痛。代志都发生伫咧台北市信义区的柳公国中，中昼食饭的时间，结伫咧树仔顶的蜂箱熊熊落落来，造成3个要去教室的学生予虎头蜂来叮着，学校赶紧将人送病院。好佳在经过治疗了后，人拢无啥物要紧。那星期4的时候，我们已经发现的时候，已经通报了消防局。今天星期1，就是才发现没有来之外呢，然后这个树叶又刚好掉下来。那目前看起来学生都还 OK。学校方面不满，因为早到伫咧19号的时阵有来通报消防局，原本约好24号要来拆，但也未赴拆，就来发生意外。消防局知影了后，有承认疏失。那这个现场我们也需要说有一些时间来判定说他后续应该如何处理。针对流程的部分，我们会要求同仁就是在尽快把它完成。虎头蜂箱对天顶落落来，佮叮着学生，好佳在蜂随着散去，才无互。意思是死前活后，未死先草。这是树林夜市啊，又有果子蛋卖果子卖甲贵33。去年4月有一间果子蛋卖果子，互韩国观光客一袋卖1000块。即马又有网友发消息讲，共这间果子蛋一袋果子卖人台票1089块，卖互韩国观光客。佮再加现金拍手，加送对方一袋木瓜，一粒产梨煮高碗汤。朱学恒就咧人面册铺文，讲台北市市长郭文哲，假使若是当解决30年来拢无法度解决的果子蛋，保证要捐5万块给台湾民众党。台北市商业处也有警察做伙来到现场开罚单，可能要求这间吊悬价摊贩爱离开树林夜市啊。昨暗搁一届来到现场查查。台北市树林夜市啊，休假日果子蛋头前有警察去稽查，原来这档有名的贵甲惊死人的果子蛋，搁出来啊！之前有一个网友伫人面册顶的发文讲，拄经过树林夜市啊，这档定互媒体爆出来的骗观光客果子蛋，查某员工真个前咧接待韩国观光客，结束的时阵一袋果子煞爱台票1089块，员工搁比卡位手表示免费搁送一袋木瓜。从捷运剑潭站1号出口走出来，来到士林夜市的主要入口区，超商前就是天价水果摊的位置，价钱就不对啊，政府应该一直取缔啊。民众一直咧因为去年4月共一档果子蛋，马航表过讲，甲韩国游客骗7袋果子爱1500块。反正早就已经影响了，你能怎么办？你也不能怎么办。代志爆出来了后，防指控的这间果子蛋无出来做生意，实际去问别间果子蛋的介绍，头家牛解说讲，榴莲一袋爱300到400，适客一粒105块，进口的水蜜桃一粒爱300到400，若是人客买2袋榴莲，一粒适客甲一粒进口的水蜜桃，嘛爱1050块到1075，所以讲一袋果子1089块嘛毋是无可能的。毋过这款的介绍，网络观察家朱学恒看到，就随伫人面册顶的对台北市长郭文哲讲，若是会当解决这30年拢无法度解决的果子蛋，保证捐5万块，互民众党选举。以市政府的立场是这样的，有出现我们就会去查处了。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说完全说它不会出现。争取这边医生
设那个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然后开罚那个1200。因为介绍的部分是市场的机制，公权力无法度管，敢若会当看头家有甲介绍写好清楚无？目前市场处有可能会甲贵甲惊死人的果子蛋赶走，因为中国游客唔来，政府当咧想办法，互台湾的观光振作起来，结果佫发生果子蛋甲人骗的代志，若是佫无处理，恐惊会对观光的形象造成影响。记者综合报道。所来要来关心大陆游客一个无来，饭店的业者赶快来想办法，要来解决这个问题，想办法要生存。根据一间卖厝中人业者统计资料，发觉讲台中市的饭店旅社铺伫网络要卖人的拢总有20间，其中西屯区哇这个房价上款拢总有5间，占上界多。另外北区有一间开20年的大饭店，内底装潢拢真古早味，占上界贵甲1600块尔，算是大碗阁满钱。也阁有5期中卫区同款某一间饭店，规栋要卖人，拢总开价17亿。大楼的外墙真大字的这个标语写讲，规路大楼拢要卖。这个伫个5期中卫区角角地这间会馆大楼，原本是规划要做观光旅馆，不过伫个2014年完工了后，却去拄撞到房地产炒价，大陆客减少，所以这个厝主就决定要规栋来甲卖，开价是16亿8千万。虽然讲问的人真多，不过一直无法度来成交。其实里面都完工了，应该可以。如果想要营业什么，做饭店什么都其实都可以。可是都没有来，都没有人动。台中市观光局统计，这个主要观光游客所在，游客人数从2015年的4014万1923人，到2018年4425万4881人，安尼成长有10%外。就算讲观光人数有增加，不过这个饭店嘛是真歹生存。其中伫个北区有一间饭店，有30年代老上海的风格，拢总有77间房间，住一暝上关价是1600块，经营要20年。伊个内部的装潢厅景嘛是真有古早味，拢总有1300外平。伫个最近开价5亿，要甲卖出去。因为中大喜宴饭店，它最主要接团客跟一些散客，那散客他们都去新的微型旅馆情况，他们也会受影响。过去为着要做大陆客的生意，饭店安尼一间一间一直开。根据交通部观光局的统计，对2010年到2019年的6月，数据显示讲台中地区的饭店对285间增加到399间，成长约40%，房间的房数嘛加61%出来。不过，即马单要卖饭店甲旅馆有20间，安尼创下有史以来上悬的纪录。这恐惊是饭店的业者因想袂到的。记者综合报道。同款嘛是互人想袂到，多网友伫人面册铺一张启事，顶面写讲为着配合龙铺，也有专运会勤务会变较济，较无闲。10月份运将的假一个月上界济，袂当休超过3天。运将骂讲安尼根本就违反一个一休，不只个桃园客运业者出面解说，讲休困几工拢无改变，敢若是勤务较济时，其中3天的休假互运将家己来安排，剩的休假是公司和运将协商了后，才过来超测。你无看唔到，10月份的假以3天为限，假日上济2天，会遮尔无人性化的这款排班公告，实在是互人要哭无目屎。不过真侪司机还佫唔知影这件代志。说什么1个月只能休3天的事情，没。有人看甲袂做理，甲这个相片甲铺上网，爱大家来甲评理。网友佫回讲，短期活动尔，无需要互司机遮尔忝。嘛有人讲会当劳检啊，安尼根本就是违反一例一休。那个农博开始了，可能看有没有人能加班就加班。原来是桃园客运为着这个10月的农业博览会甲这个专运活动，所以这个勤务有较重，爱加开班次来接送人客。虽然讲农业博览会伫个这个自年自营运开始，主打各种这个花草和这个绿林的环境。专运会是一年一摆重要的这个体育赛事，这2个活动伊的日期要烧晚，请真侪人来看。不过这个客运公司伊骹手无够，就变相要求司机加班，敢讲安尼就有合理咧？驾驶自己排的假日休假天数大概会有3天，公司会排给员工该休的会有休假。客运业者表示讲，放假的这个总工数无变，会照勤务的济少，和司机来做超测。不过，若是根据现行的法规，一例一休，以工作1个月来讲，上无爱休到8天的假。
假使讲客运业者若是去驳写这个司机放假的权利，安尼就是违反劳基法，上低会当罚5万，若上悬会当罚到150万。伫遮简单会当讲，这个管市办活动为着要促进观光，毋过牺牲司机的假期，安尼有可能会造成这款疲劳驾驶，安尼恐惊会影响到行车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赶紧带大家关心，拄则收到上新的画面，这是台北市市长郭文哲的新北幕僚蔡壁如，互人逼消息讲，昨暗日台北市市政府各公务群组转发消息，叫大家都要加入去台湾民众党，互人批评讲违反行政中立的原则。另外，还有这个前立法院院长王金平，嘛已经证实讲，已经接触到亲民党争取支持挑战2020年的总统大选。过科王革命敢会破局？郭文哲早起时接受访问时，针对相关的议题，有上新的回应。再讲嘛，这都是活期了，到时候再来调嘛。所以你有认真考虑过这件事？现在好像离11月还有2个月，不急了。因为现在有什么看说他不分区是不是有留一男一女名额给郭？我哪不知道？没有，我们有问过，有请他提供名单了，就说你有没有什么好的人选可以建议？那现在有一份名单说前5名女生就是赖香伶学姐跟蔡壁如。赖香伶学姐、蔡壁如，对，那都可以考量的。不过这个都是到最后再去瞧嘛。所以一男一女这名单有可能是李静颖跟那个蔡清源。不，这个他们应该是去选区域立委吧？怎么会跟这个有什么跟不分区有什么关系？那现在郭科王这个结盟还在吗？因为传出就是因为你只顾台湾民众党，所以郭王那边不爽。不会吧？没有这个什么的，这个都是的，有沟通都可以解决的。你现在传言王金平有可能踢亲民党的战袍出征，先不论传言真假，如果他今天真的代表出征的话，你那一票会投给王金平？那是这样嘛，等事情发生再来处理嘛。这个我想这个都还在去协调吧，没有那么快的。市长，我们看昨天韩市长直播的时候说，黑韩国瑜跟黑柯文哲账号可以一根卖到5300元，它是一个账号的价码。我们2个黑的价格应该不一样吧？你觉得谁比较高？那你觉得谁比较高？应该黑他的比较高。为什么？因为我比较没有什么，应该我现在不是不选人最大，不是这样吗？上你有看，目前有传出说，好像壁如姐有在那个一些公务群组邀大家加入民众党。哪一个群组？不会吧？有其实有截图出来，是真的。不晓得，那他哪一个群组啊？他只有写什么计划会议的，但是他没有，他被马赛克掉。我不晓得这个，你看就问蔡壁如啊。但这样的事情，对你们来说，会不会有点在公家机关？对啊，他看那个哪一个群组嘛？如果是我们自己私下群组，那当然还有什么柯文俱乐部的群组，那另外一回事嘛。好像就是公务群组那我不晓得，看那个。咱今麦先来关心韩国组肯主席上新的公款。子弟多多运用高雄青年局这个平台，来帮助自己来创业。OK。市长市议会被巡到6点半，但台南其实下午1点半，他们市长就可以走，会不会觉得绿营是双重标准？对，其实市议会的事情，市政府本来不宜多问，多表示意见，尊重议会。但是比较其他的5都，我想高雄市议会做这个决定，应该来讲是跟其他5都不会有太大的差异化了。我讲是整个下班这个开会议会结束的时间没有太大的差异化，我想我们尊重市议会的决定。市长，你说你没有开采这个石油，但是苏院长说你睁眼说瞎话。苏院长我以前讲他独眼龙啊，在治理这个当这个行政院院长，看这个国民党的县市长跟民进党县市长，好像是独眼龙在看，只有一只眼睛在看着高雄。我现在感觉啊，他看高雄好像变成全盲了。为什么全盲了呢？他完全就忽略先骂再说，所有高雄市的事情，只要在行政院长、苏院长的嘴巴出来，是先骂、先批判、先抹黑，也不查任何，先骂了以后再讲。韩国瑜从选高雄市长到现在，什么时候说过高雄市政府要采石油？韩国瑜什么时候说过高雄市政府要采石油？苏院长，你为什么不去查呢？苏贞昌院长看到民进党的县市长跟自己亲生的孩子一样，看到国民党的县市长跟抱来的一样，骂了以后再说。说我从来不参加院会，苏院长忘记了吗？我参加第1次院会就被2台摄影机对着，照了完毕之后剪接，在媒体上来修理我。
何苦如此嘞？为政府部门服务，当行政院长，当其他职务都是一样，人生短短几十年，何必要做的这样子昧着良心讲话嘞？高雄的治安现在目前破案排名全国前3名，从行政院长、内政部长、警政署长一路骂，对高雄公平吗？我们现在观光业这么不景气，再三拜托所有的好朋友来高雄观光旅游，就一定要把高雄治安讲得这么不堪，这个对高雄人公平吗？所以我觉得苏贞昌院长能不能够理性一点，就事论事，找出来韩国瑜什么时候说过高雄要采石油？完全没有，石油是国家的，只是在开采的时候，中国石油公司编的预算去探勘，周边国家行政院同意，如果开采，千万不要忘记，这个是属于高雄的太平岛，能不能让高雄市分到一点点资源？因为我们财政非常困难。我的讲话很保守，很保守，很保守，一定要抹黑我，抹黑1年多。我觉得我这边做一口气的澄清，包括昨天这个议员，高议员，2年半前他自己提出来弥陀的机场，我提出来机场被骂得一塌糊涂，所以我觉得永远是2套标准。台湾政治不要这样子搞，好不好？好。市长，那个晚上他国民党53是哪里来？市长，台南补选为什么要台南？差不多才收到上新的消息，昨半暝咧人民社社团爆料公社有一个普文，讲伫咧今仔日要甲总统府桃园机场炸弹杀，也阁要对总统串门不利。新北市刑警大队接到报案了，无偌久随掠到这个当事者。这个查甫人，伊讲因为和厝内人冤家，也阁有对时局不满，才一时糊涂来犯案。警察甲问话了，依照恐吓公众罪，已经甲伊送到地检署来问话。小弟来就现场来上新的画面，来卖继续搁再为大家插播。另外，这方面要来关心，同款是上新的现场消息。前立法院院长王金平可能会代表亲民党来参选2020年的总统大选。亲民党已经讲到，已经和王金平、郭文德拢已经见过面。宋楚瑜即马当咧评估，敢会当来合作，嘛呼吁大家搁互亲民党一点仔时间。详细情形，继续要请记者林新杰来带来了解。新杰。好，主播各位观众，赶快带您来关心。虽然说2020总统大选的登记已经截止了，但是目前呢还剩下让亲民党提名的最后这张关键门票。根据了解呢，台北市长柯文哲跟前立法院长王金平都已经跟亲民党来接触过了。对此，赶快来听亲民党怎么说。其实都有人来跟亲民党来做有一个程度的一个联系哦。那包括那当然现在。郭台铭董事长已经宣布他不选，那实质上包括王也好，包括王金平院长也好，包括柯文哲市长也好，其实他们都有透过人想要来跟宋楚瑜主席聊一聊。柯文哲他是我见过最有智慧的党主席，那合作怎么合作？凭良心讲，我们也蛮乐意来听这个柯主席。或者是他的幕僚所提出来的合作方案，所以说查甫人就是别当出一支嘴，好啊，有什么应该就是讲出来，不要让人家觉得说拍戏拖病。好，可以听到亲民党的党团主任张硕文，他是认为说，其实他认为台北市长柯文哲不应该再继续随便放话，还说查甫人千万唔通存一支嘴哦。而至于亲民党团的总召李鸿钧则是表示说，目前柯文哲跟王金平都进来跟亲民党接触过了。至于接下来呢，亲民党跟宋楚瑜主席这边都会来继续详加评估他们双方合作的可能性。因此呢，这个变数目前还很难说。想想最新，先把时间镜头交还给彭美主播。多谢新杰，讲到查甫人唔通存一支嘴，就要来关心上新的消息。这是民间咧传讲，灌通椒会当帮助人，较会当赶紧顺时有心，嘛会当较有好运。这是南洋博物馆为今仔日起一直到明年5月，为了要让民众会当了解南洋多元的地质风景，特别规划地质时间的展览，让民众会当了解为清朝到打地质的变化，特别推测这个拍通椒，也就是这个观音磅空，也有国防磅空的时留落来灌通椒的准能，一粒卖100块，希望大家拢会当好运早倒转去。
在地事实刚刚继续来看到出名连锁的百货集团头一届跟警察合作，做火杀2020年公益腊日，12月份拢总有12个主题，请到出名摄影师，也就是林炳俊来翕。头尾翕相，还有制作的时间拢总有半年这么久，要来表现到警察带领专业的功夫，也个爱互人感觉有感情的一面。不如个头一届来做model，这警察拢讲也是扮烂较熟手。特警队准备出动。掠夺警犬，威风凛凛，气势十足。尽管每一个人拢全部装备完全，但是因毋是要特勤，是要让摄影师来翕专业的模样。原来这是刑事警察局甲有名的百货公司来合作，要来翕公家形象腊日。除了要帮助弱势的团体，也希望民众会当透过画面更加了解刑事单位。他们希望凸显霹雳娇妈的这个角色。那时候一直希望说，我去思考我要怎么呈现我自己，所以他们希望我一只手拿着锅铲，另外一只手拿着枪。到后来，我其实觉得枪支还是我容易驾驭的。但是警察带领兵是维护治安，也的是穿甲警察的棍仔，这一回变做形象的大赛，爱摆出酷势甲时尚的 pose， 让这些警察拢感觉真伤脑筋。出现非常多状况，就是我们看着镜头，但拉拉永远想要跑到别的地方啊，这我们有点困扰。但是他很快就跟我们保持一个良好的联系。对我看着他，他看着我，我们就对着镜头，就成功了。有名的百货公司这摆无找model，也是艺人来翕这个腊日。头一遍找警察来合作，找来有名的摄影师林炳纯，用半年的时间来制作，要杀出2020年刑事警察公益腊日。头一批要印1500分，买钱会全部来捐予抓风车剧团。希望借这个机会，唔拿做公益，更加会当让民众感觉甲刑警较亲近。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事实刚刚来看到一年这一届台南白河关仔岭温泉美食节，顶礼拜六闹咧开幕，现场办火王爷的这个亚节巡行活动，出动3只悬5公尺的大型花灯。另外，台南市市长黄伟哲也个活动代言人做伙抽花灯出发来采街，精彩活动请真侪大人囡仔做伙来看，温泉区归人客小A小客。3座大型的花灯。对这个采街的队伍豆豆啊咧踅，不过这不是日本，是这个台南的关仔岭。这个关仔岭温泉美食节，今年已经是第15年啊！伫咧9月21这天盛大来开幕，现场嘛出动这个3座5公尺悬的这个大型花灯，带大家做伙来去夜巡绕境。除了花灯以外，伫队伍内底还有太鼓、公鸭舞者和特技的花舞沿路咧表演。有约要5000个这个民众做伙来参加出境，有的人穿虎落衫，有的人是戴这个小龟仔壳。现场是安尼闹热滚滚。这是第一次，我们的友谊城市红前市派员来参加，而且带了他们的睡魔。我觉得其实白河关子岭温泉美食节越来越国际化，越来越多来自全台湾以及外国的朋友们一起来参加。这个关仔岭温泉的美食节会一直办到10月20。想要来这泡一个荤素食美食的朋友，千万都要把握这个好时机哦。记者综合报道。另外，要来看到台东大安国中企业便所5星级饭店的级数，这间国中本来教室拢已经旧啊，校特别申请经费，甲便所规个订款嘛发挥创意，参在地排湾族的图，也有茶雕。上届特别的是用2万外地茶来打入边的，互同学用便所的时有一个舒适的环境，嘛会当顺续了解传统的文化。茶座的门顶的画一个准备要下钱的原住民勇士，看起来真威武。头家起来看，哇，唔闹高啊顶，篷布顶的各有排湾族的人，高山啊、背乌顶顶，就袂输来到博物馆同款。不过讲出来，你绝对唔相信，其实这是台东大王国中学校的便所。很漂亮啊，因为它有原住民的那个装饰，尤其是它的头饰画得非常的细。我比较想要上厕所。学生笑讲，比以前更加爱走便所啊，因为这间伫咧台东太麻里的大王国中，敢若有200外的学生，教室拢超过30年，便所嘛真久啊，所以学校申请经费，佮找当地老师咧做伙来设计，用2万外底茶的饼装，互学校的3间便所变甲会当甲5000级的饭店相比拼的。
我们在学区里面，就是以排湾族为居，就是最重要的一个族群，让小孩子能够就是多认识自己的文化的一个机会。真有创意的新便所，唔但让学生对文化更加认同，学校嘛加起友善便所辅导间，唔但让学校空间的利用更加有效率，嘛让大家会当自然来认捌原住民的传统文化。记者综合报道。现在是又到食大只毛蟹季节，今年南丁湖大只毛蟹为昨昏开始上市，抓到的大只毛蟹比往年搁较大只，嘛搁较青甜，介绍嘛有小可较起，按算一只差不多卖60块的人民票，算的差不多台票226。杨丁湖的毛蟹23号正式会当抓，饲毛蟹的人拢真期待。来试过头一篮毛蟹，就会当看到今年杨丁湖的毛蟹比往年搁较大只。以前这个半斤以上的蟹是并不多的，今年是可以比例占得很高居于我们这个试捕的情况之下看所以说今年产量会比往年高。杨丁湖自2016年开始，为着要保护水质，实施退用环湖。虽然饲毛蟹的面积一再来减少，但水质优化加上今年的气温较正常，适合毛蟹来生长，不但让产量增加，品质嘛搁较好。预算今年一只会当卖到60块人民票，差不多台票260块。不过价钱悬，名声响，互市面上嘛有真侪假的毛蟹。你要是阳澄湖蟹，那种标记也都是假的，就2000块钱，随你拿。业者提醒吊牌啊，嘛有可能是假的，想要知影真的也是假的，除了去网络顶来查号码，也阁会使来注意金料、黄毛、白肚、青壳丝的特征，目睭八号金才会当食到正港的杨丁湖毛蟹。记者综合报道。另外，囡仔故事内底，灵奇公主的目屎变做珍珠，伫咧现实的生活，嘛正受人的目屎会当变做水晶。这是阿比尼亚一个22岁查某囡仔，有一天强目睭无爽快，落尾伊的目睭一直会当乌水晶出来，一天落差不多50粒，互医生嘛找无原因，三无头涨。甲下目颔甲变开，目睭人转轮小粘一个。这个查某对伊的目睭连落来，竟然毋是目屎，是即落正透清的水晶。Knācelēnk adamneris skāciolies banangaf. Erkušāpat hanecink asecink verjana inechi verjana manatat galisi. 22岁卡萨迪安，伊伫2个月前雄雄感觉讲安尼目睭无爽快，原本想讲是这个沙仔走入去目睭内底，当想要用手甲揉的时阵，一粒透清的这个结晶粒啊对目尾角安尼连落来，了后伊就一直练这款水晶目屎。一天上侪会当练这个50粒的水晶目屎。Բայց որտենց սկսեց շարունակվել ինքն էլ իրան վատերը զգում աչքում ցավեր ուներ, տարանք բժշկի։ 一般人若是有一丝仔红白沙走入去目睭内底，就会感觉真碍尿。何况讲是这款咱定酷酷的水晶，卡萨里安因为安尼这2个月来拢感觉真艰苦。不过医生嘛查无原因，想无报。阿美尼亚的卫生部嘛已经介入治疗。要甲遮尔啊奇妙的水晶目屎，甲提去化验分析，希望会当挽过上阵，紧来找出这个病因。记者综合报道。可能嘛是父母生成来看到托尼基这个查甫囡仔西纳，2015年出世的时，因为有一个床母做记号真特别，伊的头壳遐正平白白，有一粒亲像爱心形的胎记。伊的父母看到地真感动，俄罗斯天公伯啊送予因的大礼，替伊开一个社群平台号头，超过3000人追踪，做伙见证伊大汉的过程。即马这个囡仔已经4岁，看起来特别古朴。查甫囡仔西纳笑甲真欢喜，实在是有够古锥的。今朝甲看伊头壳遐接近正平白白的所在，有一个床母做的记号，看起来真像爱心。这嘛变做西纳上特别的所在。Murat said he was the first to see the birthmark after his son was born, and said he tried to hold back his tears of joy. 西纳2015年伫托尼基首都安卡拉出世，即马已经4岁啊。出世的时阵，护士为伊洗身躯了后，发现西纳的头壳遐有一个爱心形的床母做的记号。父母看到拢认为这代表着好运，讲西纳是天公伯啊赐予因的礼物，佮为伊开一个网络社团的号码有超过3000人追踪，做伙见证西纳成长的过程。Sinar is the first in the family to be born with a birthmark like it. 伫现实内底有真侪囡仔拢会因为床母做记号，互人欺负。不过西纳这个心形的记号，却颠倒互伊变甲真受欢迎。世界拢有人想要甲伊翕相，变做一个真特别的网络明星。记者综合报道。
休困一个广告了，继续要带大家看到宜兰有一间像100年有机的茶园，坚持无全农药。这个你给我讨回来。叫你不要心软，养你这么多天都没有用。听说你很擅长跟陌生人聊天。如果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话，你都可以跟我讲，我帮你找吧。你很鸡婆哎！我只是喜欢看到问题被解决。你看一下你的焦点。他跟我讲过，他压力大就会梦游。你到底是什么状况啊？为什么会梦游？9月28日起，每周6日晚间7点，人际关系事务所。大家问千万字，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拜一日。今仔日要来大家小解一日，咱做伙来看到这日本调读做啊，若是放伫头前，都爱读较假音咧，就变做啊西安怎？这个啊，就是好比安怎的意思，代表反问，也有疑问的话头。譬如讲爱使讲啊着做，这就是有强调爱做爱讲的意思。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头一个就是啊西安怎，第二个词啊着安怎，其实拢是同款的意思，代表反问的话头词。咱用一句话来举例，甲这两个词夹做伙。譬如讲，人咧讲做人若是有良心，初一十五啊着烧香；做代志若是照天理啊，使问神对唔对？做良心来做代志，安尼就对啊。今仔日小解这一日啊，提供互大家参考。继续要带大家看到100年茶园的故事，这是茶园第4代头家尤正福，坚持无全农药种有机茶。本来老爸真反对，认为讲安尼影响到产量，不止伊同款无放弃。经过一段时间了后，慢慢互厝内人会当谅解。即马茶园唔那摕到有机认证，嘛互100年茶庄会当有一条全新的路。窗台声真好听，土地养分滋养100年的茶园。23号到时阵就把你帮我倒井，台23，然后去背后等下个倒井。10年前，第4代尤正福改变茶园一代一代传落来 DNA， 放弃普通的农法，正做宜兰县唯一一个摕到有机认证的茶园。不过拄开始的时阵，煞险啊闹架，差价拉体。我一开始不接受，假如说没有喷农药是1公顷的话，假如说是100公斤的，不喷农药，你喷农药都要大概300公斤。旧的观念要有创新，不过茶园的老主人却真烦恼，因为这唔来影响产量，更是价压价。一开始的话，真的有点反对啊，因为他做有机的，我们工作会特别多。要除草啊！看爸母拢是反对的立场，尤正福为着坚持有机，拼死查资料，拜访专业团体，尾啊找到草爱克星，才互品质稳定，甲好茶种出来。农村出身，厝内世代拢咧种茶，不过尤正福总是会当拍破传统农法的限制，也是甲旧的方法用来做新的代志。头壳来创意，原来拢是伊过去食头路的经验。最主要是兴趣使然，因为你今天没有兴趣，我以前是做研发相关的，是电子研发相关，所以我们对一些东西，我们想要去突破它。家己亲手种茶做茶，对泡出来茶香后温，所有的程序拢有真悬的标准。由原育到后生，搁捌几来届伫全国茶米比赛内底占着头坎。毋过看后生当来种茶遮尔辛苦，尤爸爸心内也是感觉就唔甘的。辛苦。怎么说？你做茶的话，你到晚上人家在睡觉，你不能睡觉。做茶，你从采收回来到你采收到成果。都没有时间做多都没有休息，促使他那个做科技业不要做茶。我会在思考，就是说，赚钱是一件事情，因为赚钱我在工作哪赚钱，可是你除了赚钱以外，我的人生还有想要做什么东西。囡仔回来故乡接厝内事业，爸仔囝看起来无啥强势，不过尤正福用伊的行动，慢慢让爸爸看到伊的决心。其实这个年代是东西吃容易吃得饱，但吃好很难。那我就跟我妈妈讲说，那我们为什么不要做一些好的东西来面对消费者，而不要去做一些量制的东西，喷农药都反而伤我们自己之后，卖的因为量而伤到自己，又伤到消费者。对安心茶这饮，唔那是因为一个工程师开发的精神，一个是甲家族100年茶历史打起来传人，靠打拼甲决心，佮一届互100名老茶庄的名声传出去，找到新的未来。记者综合报道。
镜头继续刷来去新加坡来看到鱼尾狮是新加坡的地标，真侪人唔知讲，规个新加坡拢总有7只鱼尾狮，其中上界悬的是咧圣淘沙岛，而这个鱼尾狮拢总有37公尺悬，游客会当为鱼尾狮上悬的所在欣赏规个岛的景致。不过，新加坡的政府宣布要甲这尾鱼尾狮甲伊拆掉，为新历10月2日起无要搁再开放，要做一只400公尺悬的高空走廊来代替，望会当互在地观光搁较兴。有狮仔头鱼分尸，新加坡圣淘沙岛顶悬的这个鱼尾狮，虽然讲未喙擘开来喷水，不过伊有37公尺悬，是全新加坡上悬的这个鱼尾狮，已经伫遮采25年啊。即摆算是大功告成咯，就准备要来甲拆掉起这个新的观光建设。It's really about how we can redevelop the whole island and bring about greater benefits to businesses, to visitors. 这座鱼尾狮是圣淘沙岛上受欢迎的这个观光景点，逐年拢承买35万的游客，会当坐电梯直接探到这个鱼尾狮的喙含这个头顶悬的观景台，对顶悬按落来看圣淘沙岛的美景。暗暝还佫有迄个灯光秀，不过新加坡政府宣布讲，圣淘沙岛的鱼尾狮伫咧10月21就无佫开放啊。拍算讲要来甲打造一座400公尺悬，连接圣淘沙岛南北边的这个观光走廊，办批要伫咧今年动工，2022年要完工。开卖9000万的美金，超过台票27亿八。This 400-meter route will have features that engage the 5 senses, such as a textured surface and plants that respond to touch, as well as fragrant trees and flowers. 拆圣淘沙岛鱼尾狮来打造全新观光建设的这个计划，让真侪新加坡的民众感觉真唔甘。其实新加坡拢总有7座鱼尾狮，上有名的是伫咧新加坡市区。这座悬8公尺6的鱼尾狮雕像，游客上爱伫遮翕迄落开喙来新鱼尾狮的喷水，下水相片来拍卡。虽然讲圣淘沙岛的鱼尾狮会来请做一个回忆，不过未来圣淘沙岛会变更较新鲜，安尼嘛是互人真期待。记者综合报道。休困一个广告了，继续要带大家关心手路菜。这是屏东有一间在地46档老店铺的导游业者，利用伊的导游会当做真侪无同款的手路口味。玉珍，你给我讨回来！叫你不要心软，养你这么多天都没有用。听说你很擅长跟陌生人聊天。如果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话，你都可以跟我讲，我帮你找吧。你很鸡婆哎！我只是喜欢看到问题被解决。你看一下你的焦虑。他跟我讲过，他压力大就会梦游。你到底是什么状况啊？为什么会梦游？9月28日起，每周6日晚间7点，人际关系事务所。欢迎继续登来到新闻的现场，食饭时间手路菜要带大家食无同的手路料理。来看到这几年，农粮署真用心地推出安心、安全、有产销履历的食材。屏东都有一间在地已经46档老店铺导游业者斗相挺，透过100%咱台湾在地生产的黄豆仔、乌豆仔生产的导游，摕到全世界4大美食奖。有这个导游嘛，摕到这个法国式的刀子，高雄出名1.1的法国式餐厅的推荐。另外，还有亚洲最佳卤豆子丹兰酥，伊甲台湾的导游用来煮食，法国式的料理煮起来新的滋味。其中上较重要的关键，用的就是咱台湾生产的导游。甲 cheese 柑仔米扣入去盘内底，撒一寡盐，刷落重点来啊！小可咖啡色的慕斯看起来真特别，头点干天才伫内底加一项物件来调味，这个物件就是台湾的豆油，尾也搅寡炒橄榄油。这出法国式的前菜姜味豆油柑仔米切盘就做好啊，刷落外号叫做亚洲女都城的丹兰酥，嘛带来红烧牛肉面。我这个本身的汤底其实是用有一点法式高汤的烧这个牛骨、烧蔬菜之后，焦糖味道出来之后的甜味，就是把黑豆的香跟酱香呢是融合的非常好，它很强烈，所以我可以用一点点，它就够了。用法国式的汤头来打造香葛顺的红烧牛肉面，豆油真重要。一试过几来种豆油，一直到用到台湾乌豆豆油才决定落来。感觉得到这个是台湾最传统的原汁原味。因为我们所用的酱油，还有所用的食材，都是以道地的台湾的产销履历，还有有机友善的这些农产品来当做食材。
long牛素杀大牛村计划，屏东在地40年的老牌豆油业者，为105年开始用台湾种的非机界黄豆、乌豆等等来挖豆油。伊的豆油摕到全世界4大美食大奖。好的豆油唔拿中国菜，含法国餐厅的头点嘛真爱用，做料理拢无法度减一味。记者总。这个在你哥讨回来。 叫你不要心软，养你这么多天都没有用。听说你很擅长跟陌生人聊天。如果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话，你都可以跟我讲，我帮你找吧。你很鸡婆哎！我只是喜欢看到问题被解决。你看一下你的焦点。他跟我讲过，他压力大就会梦游。你到底是什么状况啊？为什么会梦游？9月28日起，每周6日晚间7点，人际关系事务所。拍台式忠孝节义抽好书活动。 9月24号礼拜二起到10月17号为止，拍下你看台视忠孝节义电视画面照片，把照片上传到我是杨丽花 FB 粉丝团本活动贴文，就有机会把杨丽花忠孝节义好书带回家。详情请上我是杨丽花 FB 粉丝团。以不用手的方式让2条弹力带穿过身体。你想象一下你怎么出生的啦？我现在知道意思是什么了。没有，我自己也说了。你这里是晚间8点，综艺3国志。感谢福尔尿酸机冠名播出。是你们叫我们并桌的，你们不可以这样对我。熟女是很可怕的动物，而且又熟漂亮的，那是更加恐怖。我没有跟人家不三不四。安庆辉，你知道对女性长辈最懂事的称呼是什么？阿姨。 是姐姐，听到那个阿姨姐姐之后，就像被衰神缠身一样，塑造人生啊！每周1至周5晚间10点，《我的男孩》这边是不是可以帮人解决烦恼？你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或许我们能帮助到你。你相不相信这世界上有2个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你不觉得人生就像烈烈的时候？ 每个人都有想跟自己独处的时候。每张笑脸后面都躲着一个受伤的人。每个人心里头一定都藏着一个很重要的人。每周6日晚间7点，人际关系事务所。 直击火山熔岩，聚焦滔天海啸，挖掘史前考古松秘，钻研先进太空科技，登上喜马拉雅山之巅，深入婆罗洲热带雨林。我们关怀脚下这片土地，也心系身处的蓝色行星。6年2190个日子里，踏遍3大洲、7大国，飞越45069公里。 探访台日7座博物馆，透过科技让标本活起来。得奖的是惊喜博物馆，国内唯一电视台坚持100%自制科学节目，台视带您拓展视野，展开一场科学冒险。呼叫曼尼机器人，你那边怎样？收到，我这边 OK。快上 TTV 爱虾米，一起玩你与我的 OK 梦。周周抽木匠兄妹曼尼机器人存钱筒哦。每周5晚间10点，台视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 得奖作品是台湾电视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台湾文创新势力，从家乡出发，获颁文创产业新闻报道奖。优等奖台湾电视台。爱你不需要血缘，获颁社会光明面新闻报道奖。加油！
您寻找台湾感动力。对不对？你给我讨回来。叫你不要心软，养你这么多天都没有用。听说你很擅长跟陌生人聊天。如果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话，你都可以跟我讲，我帮你找吧。你很鸡婆哎！我只是喜欢看到问题被解决。你看一下你的焦虑。他跟我讲过，他压力大就会梦游。你到底是什么状况啊？为什么会梦游？9月28日起，每周6日晚间7点，人际关系事务所。拍台式忠孝节义抽好书活动，9月24号礼拜二起到10月17号为止，拍下你和台式忠孝节义电视画面照片，把照片上传到我是杨丽花 FB 粉丝团本活动贴文，就有机会把杨丽花忠孝节义好书带回家。详情请上我是杨丽花 FB 粉丝团。以不用手的方式让2条弹力带穿过身体，你想象一下你怎么出生的啦！不行，我不知道意思啦，我现在不知道意思是什么了。感谢福尔尿酸机冠名播出。是你们叫我们并桌的，你们不可以这样对我。熟女是很可怕的动物，而且又熟漂亮的，那是更加恐怖。我没有跟人家不三不四。安庆辉，你知道对女性长辈最懂事的称呼是什么？阿姨，是姐姐。遇到那个阿姨姐姐之后，就像被衰神缠身一样。创造人生啦！每周1至周5晚间10点，《我的男孩》。这边是不是可以帮人解决烦恼？你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或许我们能帮助到你。你相不相信这世界上有2个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你不觉得人生就像烈烈的时候？好酒伫网底看戏看人底，新闻上尾要来欣赏秋天是赏饭仔叶的季节。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北边的树林规拢已经红记记，亲像人伫咧笑眯眯，互人看了到底心花开。新闻上尾带大家做伙来看伊，感谢你的收看，我是郭怡中，祝大家平安健康。小大家继续收看咱台视中道新闻。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I see skies are blue. 我跟他的距离已经越来越近，近到只差一步。